八字與命運嘅關係。何謂八字？首先，八字係用特定嘅方式，利用出生年月日時去計出四柱嘅八字。如1990年1月1日12點鐘中午，我哋就會得出以下嘅八字：年柱、日柱、月柱、日柱、時柱、己子、丙子、丙寅、甲午。而如果我哋有佢嘅出生年月日，我哋已經知道大概佢嘅3/4嘅性格。而同年同月同出生嘅人，佢哋嘅性格會有4/3嘅相似，甚至更多。當然有啲人嘅性格會係好明顯唔同，雖然同一日生日，呢個情況其實好簡單解釋嘅話，就係佢哋個時柱同年月日有好特別嘅組合，如合化、方局、暗、通姦、六位、貴人等等。咁點解性格同命運有咩關係呢？點解有人講性格決定命運呢？其實可以好簡單用一個例子講啊。而家我有一個健談嘅人，同埋另一個沉默寡言嘅人。而家有兩份工，佢哋必須選擇。一個售貨員成日對人，而另一份工就係維修員，只係對機器，唔使對人。你覺得自然地健談嘅人會揀售貨員，而沉默寡言嘅人佢會自然會揀維修員。而因為兩個人佢選擇嘅工作唔同，佢哋面對嘅人事同埋際遇都會唔同，自然佢命運亦都會因為佢嘅性格選擇工作有所不同。當然有陣時我哋會聽見人哋講話命運改變性格，而呢啲好多時好簡單嘅一個例子就係一個有事業有進水嘅人，成日 OT 去工作，突然間得到大病，令到佢嘅價值觀改變咗，覺得金錢唔係萬能嘅。於是乎佢覺得自己應該 work-life balance，即係去下旅行啊，做下工啊，結婚啊，照顧多啲仔女啊，同多啲老婆生活啊咁樣。而佢嘅性格嘅改變係由於一場大病嘅命運，所以呢啲係就所謂嘅命運改變性格。而一般嚟講，命運改變性格必須要經歷一個好大嘅事件，大喜大悲，大嘅阻礙，唔係一個人其實佢性格係好難改變嘅。而點解我哋要知道自己性格呢？同埋自己嘅性格又點呢？好多人以為自己其實好清楚自己係咩性格，其實好多時因為自己個人嘅主觀同埋個人嘅美化自己，冇懷疑自己其實係有呢種性格嘅。當然我嘅手機八字性格唔係100% 準確，但係都可以作為參考，理解一下，思考一下自己係咩性格。咁我就知道自己性格係點呢？我哋做一啲決定嘅時候，可以考慮翻我哋自己屬於咩性格，去決定呢一份工啱唔啱我啊？我係咪應該咁樣決定啊？我係咪應該移民啊？等等。而對人方面，我哋會理解對方點解係咁嘅性格，我哋要明白點解佢會咁嘅行為，去容忍佢，同埋理解佢點樣咁樣做，對住子女又係點樣同佢哋相處，點樣教導佢，應該向邊一個方面發展可能會好啲，可以嘗試去理解個子女係咪真係有呢個性格。當然有好多人呢，想改變自己性格或者改變子女性格，但係俗語又話本性難移，而且逼一個人去做一啲唔符合佢哋性格嘅嘢，都係冇好結果嘅。
最好嘅方法呢，就係順應佢嘅性格，去引導翻佢去一個正確嘅方向。大概係咁多啦。有興趣嘅可以遲下安裝我嘅軟件，叫做八字軟性格，可以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當然，好，今日就講到咁多先啦。拜拜。